来这个大问题是卡到金华城用职律的备案。有风声讲，民众党的议员为着要来救大问题，即摆是全面启动，咧追查到各县市用职律的案例。民众党新竹县议员林石岩就互点名，甲新竹县政府来讨资料。林石岩是来背回讲，伊是为着公共利益，要来监督着县政府。林志坚曾经在一个参会当中，确实的指称说，他有办法能够让容积率从250升到450。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才拍开新战场，点名前新竹市长林志坚通过马偕儿童病院的用职率，即马敢是全党的议员焦点档。万丰市青鸟入面册打出提案单，民众党新竹县议员林石岩甲新竹县政府提资料，因为台北市金华城以及高雄国民用职率的争议不断，希望讲县政府提供有关新竹县建案通过都市计划核准用职率400%以上的建案的清单。市青鸟即期讲，这检举过的新竹的儿童病院，即马佫针对全台用职率，敢是要和这个党主席郭文天伫金华城案件解套。其他县市不妨也一起来检视，不见得我的看法不见得是为柯主席解套了，也保障一下市民的权益啦。不需要再说别人怎么样，别人那个没有违法，我觉得这样会把整个一个台湾的一个保护性在整个是拉起来。那民众党内意见无同，立法院要开议啊，郭文天的动向嘛，影响到南北要安怎合作。党团的定调是争取8席的这个民众党立委的支持，不过台北市议员张小平认为无可能，因为立法院南北合作为了8席无条件护航郭文天。背调支持率，甚至建议找黄国昌讲看卖，确保摕到民众党3席，那议案就有机会超过一半来通过。合作的形态如何，并不是钟小平议员不在党团，没有参与党团运作，他就可以了解的。市议员给予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一个运作空间。民众党党内风波，所牵动国会在野合作的布局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